大家好，我係周俊輝。諗翻起我14歲嘅時候開始學太極拳，咁嗰陣時就會成日諗下一步會有咩進境呢？咁後尾入咗去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藝術系，咁開始學創作啦，又會諗下一步仲有啲乜嘢可以追尋呢？其實而家諗翻起，所謂嘅下一步，其實唔係單單個人嘅事，而係有個相輔相成嘅大環境先至可以講下一步。就譬如話，如果冇上一代人嘅努力，我哋今日就唔會有藝術發展局，亦都唔會有西九，亦都唔會有好多體育嘅代表住香港去為香港爭光。我一直覺得我係坐喺前輩嘅樹蔭底下。畢業之後呢，我就成立咗自己畫室啦，同朋友一齊搞咗火炭嘅藝術村啦。跟住有好多機會出國展覽交流。雖然香港一直被認為係唔重視文化發展嘅，亦都被認為係向經濟傾斜，但係我哋一手一腳闖出嚟嘅成績呢，係足以令香港自豪。而付出過努力嘅朋友呢，亦都應該被尊重。我哋而家喺重視歷史嘅同時，其實應該勇於開創新局。回歸15年啦，我希望文化局能夠喺我哋呢一代度實現，而下一代嘅香港人喺賺錢之餘，有真正嘅生活選擇。我嚟自基層，我深切咁樣體會到咧，每一個機會其實係要靠成個社會嘅環境係嚟到去營造嘅。所以喺過去嗰2年咧，我同好多工廈嘅藝術家一齊並肩作戰，向政府同埋向市民喺度解釋，其實文化係我哋生活嘅一部分，亦都係我哋嘅公民社會不可或缺嘅一個好重要嘅環節。所以我決定參加立法會，為香港市民爭取返應有嘅文化權利，監督施政，為香港帶來真正嘅文化家園。我相信每個人都應該享有文化權利，無論種族、性別、階級、相見，文化唔係有錢人嘅專利，人人都能夠分享。文化發展需要政府支持，所有政策都應該加入文化觀點，重新評估，唔可以只係向經濟利益傾斜。政府要尊重文化工作者同埋運動員，必須由內行領導外行，去除官僚文化。只有正視香港獨特嘅歷史，保持自由、開放、多元嘅傳統，先至可以對國家、亞洲以至世界有更大嘅貢獻。